诗篇58篇，大笔的金诗交予圣乐长，调用毋通毁坏。执政者，恁减有真正得讲公义，恁减有照公平审判人，无，恁心内计划做歹代志。伫地上，恁用手对人施强暴，歹人对出母胎就惊迷路，一个离开老母的腹肚就惊偏路。讲白贼，因的毒亲像蛇的毒，因亲像毒蛇踢灭家己的耳孔。毋听人蛇的人，也是咬念咒的人的声。上帝啊，求你拍击因的喙齿；上主啊，求你降断猛狮的大旗牙齿。愿因消失，亲像水流无去，亲像草受吞打去，亲像草打去嘛通译做愿因开弓射箭的时，箭头断去。愿因亲像落雷烧过的热黏咪无去，亲像妇人人流产的胎无见着天日。恁用刺仔兄火，鼎犹袂热，伊要用假犁仔锋将淡的甲焦的做一个扫去。义人看见因受报应就欢喜，伊用歹人流的血洗骹，人就讲义人真正有好报。伫地面上，上帝果然有在审判。